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为东南亚各国信众传授佛法；藏人行政中央举行第63届西藏民主日官方庆祝活动；瑞典议会代表团对西藏自由事业表达支持和声援。司政边巴次仁对达兰萨拉周边藏人机构和住所展开访问。澳大利亚参议员对中共干涉达赖喇嘛转世和西藏人权问题表示担忧。副议长卓玛次仁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美国会中国委员会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讨论西藏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东南亚联合勤法团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本周二9月5号开始，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法院向各方僧俗信众传授了月称论释著作《入中论释》。来自越南、新加坡、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等国的600多名信众，以及流亡藏人僧俗民众共计数千人参加了为期2天的法会。达喇嘛尊者在第1天的法会上教导信众，爱他心既能利益他人，也能利益自己，而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因此，尊者再度呼吁信众努力修持菩提心与空正见，以彻底断除爱我执，获得身心健康。而在第2天的法会上，尊者提出了将慈悲理念纳入现代教育系统中普及及推广的想法。因为现代教育注重于外在物质的发展，而忽略内在的价值。但值得欣慰的是，不依靠宗教的世俗论理逐渐得到提升与推广，这将让世上80多亿人都了解爱心所带来的价值，使大家都建立内心的善念，从而提升幸福感。这样社会才能和谐，世界才能和平。另外，藏人行政中央于9月2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行第63个西藏民主日官方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为首的各议员，瑞典议会代表团和数千名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参加了庆祝活动。活动首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带领藏人民众升起西藏和印度国旗，齐唱印度和西藏国歌。接着，按照活动传统，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带领大家唱起了西藏民主之歌。接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和司政边巴次仁分别宣读了西藏人民议会和嘎夏的声明。随后，首席嘉宾议员玛格丽塔女士代表瑞典议会代表团致辞，对西藏人民和西藏自由事业表达了坚定支持。当天下午，在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索囊次仁的陪同下，瑞典议会代表团成员们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玛格丽塔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了解西藏境内藏人民众的艰难处境，并指出藏人的斗争并不孤独，他们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并再次对西藏人民和西藏自由事业表达支持和声援。接着，在9月4号的行程安排中，议员玛格丽塔为首的瑞典议会代表团参访了西藏人民议会，并受到议长康波索囊丹培和议员们的迎接。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从本周一9月4号开始，对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藏人机构和住所展开了为期4天的访问，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此次的访问行程是在司政边巴次仁上任后不久做出的，即在他的任期内对印度境内所定居点的藏人社区进行至少2次访问，以了解藏人社区实际情况的承诺。期间，司政边巴次仁对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西藏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
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及周边多个寺院和学校展开了访问。另外，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珍妮特·赖斯于本周一9月2号在第12届西藏游说日活动上，就西藏人权状况恶化以及中共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表示担忧，并表示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西藏游说日是一项年度活动，由流亡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和支持者在坎佩拉与该国议员会面，讨论有关西藏的问题。多年来，西藏游说日一直被澳大利亚藏人社区和藏人协会视为向其代表和政治领导人发出强烈信息的平台。与此同时，由20多个国家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日前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年会。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受邀参加，并发表演讲，介绍了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本周三9月6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支援主任皮耶罗·陀奇、副主任马特·斯奎里、研究员安娜·斯科特·贝尔女士到访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了解并探讨西藏问题。代表格藏坚赞介绍了习近平出台关于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和民族等方面实施严厉打压，从根本上缩小使用藏语的社会环境，改造藏传佛教使之中国化，以及消灭西藏宗教文化和同化及边缘化藏人，从而消灭西藏民族的身份认同。随后与会的皮耶罗、马特·斯奎里和安娜·斯凯特女士分别发言，分享了他们曾到访印北达兰萨拉的经历，对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流亡藏人艰难处境的了解，并赞扬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西藏的宗教文化得到维护和发展，从而指出他们将继续支持西藏人民和西藏自由事业。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